启示录第9章，咱要对第13节看起哦。启示录第9章13节啊，咱要看第六个好。咱顶礼拜有小看讲到个啊，咱我来看啊，启示录第9章第13节，第6位天使就吹好，我就听起有声音对上帝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迄个吹好的第6位天使讲，将迄个捆绑伫幼发拉底大河的4个使者投放了。迄4个使者就受投放，因原来是有被好了，到了无年、无日、无月、无日、无时，要杀人的1/3。马军有2万万，因的数目我听起了。我伫异象中看见迄块马甲骑马的形状有甲亲像火，甲紫白路并硫磺。马的头亲像狮的头，有火、有烟、有硫磺，对马的喙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甲烟并硫磺，第3款会在害了人的1/3。这个马的能力是伊的喙内甲伊的马流顶，因为这马流亲像蛇，并且有头用来害人。其余袂捌互即跩灾所害的人，犹原无悔改，家手所做，也搁去拜魔鬼，甲迄块无法通看、无法通听、无法通行金文铜茶石的偶像，搁无悔改，因凶杀、邪术、淫乱、偷摕的代志。所以咱顶礼拜咱有小看落就是第2个灾啊，第2个灾其实这个是第5个好，第5个好，第4个好呢，咱看到对雾堆坑有一个风虫起来哦，咱看到这风虫唔是普通的风虫哦，这是讲邪灵来陷害世界的人5个月。然后这个灾一过去的时阵第6个天使伊就分好，分好的时阵就是有什么呀？有4个使者伫伯勒大河按遐投放按遐直接投放，因要干哪？因要来害会长的人1/33/3。咱看到第5个好的时阵风虫虽然是害世长的人或者地长的人。无引起伫遐顶面但是无将因的生命给摕去意思是什么？唔是害死因乃是互因受苦。但是伫这个第6个天使吹好的时阵伊讲有2万万的马军因就是要将人的1/3按遐该毁灭还是按遐回事。所以咱看到这个是一个真残忍世界的人1/3按遐无去今仔日所以咱今仔咱会看这个叫做第6个活动然后咱较晚也是看这个第10章，讲到插入的异象，所以圣经讲什么有4个天使对这个河叫做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有的圣经是叫做什么叫做伯勒大河伯勒大河咱若看这个中东的地图伫咱的岛边你看到地中海边头有一个加拉马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以色列队以色列队。然后伫遮有一个蓝色的蓝色的这就是讲亚述所以讲伫这个河这条河就是叫做伯勒大河伯勒大河是有的圣经现在是叫做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伫中东有2条真重要真出名的河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是这条河这条叫做有的叫做希底结有的叫做什么叫做帝国利西Tigris帝国利西的河所以这2条河
的河流啊，到目前也有啊。伊讲伫这个河咧啊，有4位天使啊，所以因就按遐收头绑。当然，这4位天使啊，毋是好的天使啊，有法通讲是坠落的天使啊，因为好的天使无受捆绑啊，无受捆绑啊。啊，那关伫遮关偌久啊？圣经却无讲啊。但是因有定一个时期啊，无年哦，无月、无日、无时的时阵啊，因就按遐受头绑。敢若真啊讲到这个约拿底河呢，因为这个所在啊，有法通讲是文明的开始啊，文明的开始啊。咱会记得啊，伫这个所在啊，你看圆啊，啊，遮有巴比伦啊。搁在西那啊，这西那就是伫创世纪啊，当人拿阿的时代了后啊，怀人就伫西那的这个平原啊，因就起塔啊，叫做巴别塔啊，像上帝则将因敢若该分散，就是这个所在啊。甚至你看到巴比伦也是伫遮啊，你若看到遮有2个黄色的啊，一个伫下底，一个伫甲顶面的啊，伊遮就是讲到伊甸园啊，伊甸园伊可能的所在啊。敢若真啊可能的所在呢？因为伫创世纪啊，第2章14节讲到伊甸园的时阵，又讲4条河啊，其中2条啊，就是咱知影就是这个伯利大河啊，甲这个希利结的河啊，Tigris 啊，甲Euphrates 啊，就是这2条河啊，咱知影。但是伫创世纪也搁另外2条河，咱毋知影伫倒啦，毋知影伫倒啦。所以解经家因就讲真有可能伊甸伫这2条河的下流就是伫遮。然后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伫因的上流上流是伫顶面但是伫下流咱看到西拿底就是伫遮。然后巴比伦的国巴比伦的这个城也是相反伫遮，所以真有可能伊甸园较有可能伫遮，但是咱无人知影，无人知影。但是这个图内面我互恁看另外一个叫做什么乌尼乌尼是什么乌尼是阿伯利罕出世的所在阿伯利罕伫遮长大。但是上帝叫伊就去到什么？到迦南地迦南地是伫地中海，就是伫咱的地图的倒边当然，伊无法通直接安尼直线的过去直线的过去应该会较紧因为在个什么有阿拉伯的沙漠甲一个山，所以无法通过所以通常人若要去伊就是着按顶面行到顶面再按顶面都弯落来所以是行一个咱月亮的半月亮还是讲毋是一半，是叫做1/4月亮安尼弯的所以这个所在那么伊所头绑的会知伊军队是啥物圣经讲伊的马兵伊的马军有偌济2万万有2万万所以这个2万万到底怎样来讲怎样来解释这个2万万是怎样来解释有可能真有可能因为伫启示录16章第12节的时阵有讲到金碗讲到第6个金碗的时阵也是倒伫这个幼发拉底的大河所以伊讲对日出的对所会真王真君王会要因的率领因的大军按遐来因的大军按遐来所以因就将这个物件甲向的甲16章甲伊联合起来，所以有人解经家讲这个2万万是真正的军队但是伫世界顶面2万万又伤过大所以有人讲有的时候讲说中国大陆欠债有所以若算起来也阁是无法度，这是有人讲但是咱感觉这个
应该2万万的军队啊，唔是人的军队啊，唔是世间人的军队啊。因为你若看伊刷落去啊，伊讲啊到因2万万啊是骑马啊，骑马啊，所以意思是着有2万万的马啊，伫世界要怎有犯罪啊，所以对这个骑马啊，马甲骑马啊，有规款诶什么啊？有规款诶解释啊，伊解释是啥物啊？伊讲头一个啊，这个马啊是讲啊到战争啊，战争啊，然后骑马啊就是魔鬼啦。所以哦，意思哦就是迄个时阵哦，魔鬼哦会来控制、来影响，互世界啊有一个真大的进展啊。这是头一个讲法讲。第二个讲法是讲，无啥是有犯罪。反正大的军队个，了因骑马哦，当初时在是骑马，但是现主是哦，这个马的形容个，是甲现主是诶坦克车哦，甲一个武器啥啥啦，所以讲是大军队，以坦克车为主个，但是现实有犯罪嘛，所以这个也是，这是人咧，咧讲伊的解释方。为了讲无，这个是讲到佛子啊。佛子诶力量啊，威力啊，有2亿吨啊，有2亿吨。为人讲无，这是化学啊、生物化一款武器啊。但是咱较相信啊，有法通讲的是，这个是魔鬼甲伊的策略啊，魔鬼甲伊的策略啊。所以有真侪啊，到底这个约翰看到的时阵啊，是啥是咧？是马也是一款的代表，咱较相信是代表是咧象征象征魔鬼伫末世的时阵要兴起到底这2万万是啥是2万万吗？是军队还是啥物？咱唔知影，但是咱但是魔鬼的毒药就是魔鬼会做骹手魔鬼会做骹手因为你是若看煞落去伊怎来形容大马甲骑马咱看到讲这个唔是自然的，唔是咱自然界的人是马咱看到这是超然的干那伊讲因的形状有角有角所以这个角有3款的色几乎将这些马队分做3大队3个大队了伊个形甲有诶是红色诶圣经讲红色亲像火有诶是亲像有诶是深蓝色诶亲像紫色诶马路了有诶就是甲黄色诶亲像烧着诶硫磺烧着诶硫磺然后这各大队会马诶喙伊出来有啥物有火甲烟甲啥物硫磺有3方面有火有烟甲硫磺所以咱看到这3样其实甲圣经内面第19章20节就是启示录19章20节伊有讲到阴间甲黑黑的一个特点真相第19章20节讲到阴间讲到黑黑的时阵也是相款有讲到有火有烟有硫磺所以这个是形容形容在要灭世界1/3的人因带着阴间是死亡的权柄所以互1/3的人受害咱若看在印的时阵已经有1/3受害了1/4受害剩3/4了3/4内面佫1/3受害的时阵世界剩差不多剩一半，世界剩一半，所以伫遮咱看到上帝的什么的刑罚还是的审判，实在是真惊人然后伊刷落去又讲到这个马是啥物伊讲这个马伊的头亲像啥物亲像狮子的头所以这个人就用这个图来画起来，有狮子的头证明啥物因是真恶的真明烈的真恶的
然后这只马啊，伊的马溜啊是啥物啊？啊，有蛇的形象啊，甚至有蛇有头啊，有头啊，表明的呢，因比正面啊，这个马啊，在马啊边第5个河塘车来车的时阵啊，所对无底坑无底坑无底坑啊，会跩熊虫更加凶恶更加凄惨更加凄惨。所以上帝啊，就安样来刑罚世间的人啊。但是你若看第20节的时阵圣经20节伊讲其余未捌无互在的所杀的人因干犹原无要悔改因手所做因无要悔改因手所做，也可去拜什么？拜魔鬼，甲迄块无法通看去，袂法通听去，无法通行的金银铜茶石的偶像，所以因犹原来敬拜跩偶像来敬拜偶像。上帝有时阵咱读到遮的时阵咱会真惊，讲到将来敢若反凄惨上帝的审判实在是真可怕。但是上帝的审判的目的头一项是要彰显伊的公义，第二项是要互人机会悔改但是这撮人伊无要悔改因的态度实在是真硬我毋知影咱想了的时阵咱的感想是怎有时阵咱讲，哎呀，咱反讲跩人都已经受刑罚受审判，反领艰苦因也是知影，跩刑罚跩审判，毋是对世间人来是对恶者来对是上帝所降落来互因因应该着悔改但是因干犹原来敬拜偶像敬拜魔鬼毋但敬拜咱看因的生活怎因讲啥物因原在是凶杀邪行邪术淫乱偷窃的代志犹原继续无停的做会继续无停的做，所以咱看到将来会这个真凄惨的代志但是咱伫第9章咱伫遮看到因也阁有咧敬拜一个偶像但是到第13章、第14章你就咱就看到伫基督来的时阵伊就将一切的宗教来除掉一切的宗教除掉所以若有敬拜上敬拜伫基督这个咱伫13章、14章咱会来看到所以第9章咱就看到第6个号车了的时阵未到第7个号以前中头有啥？有一个插入的意象插入的意象，所以咱继续按遐来叫做来温习这是温习启示录咱有法通分做3部分第头一部分伫倒边就是讲所看到的代志是第1章第9到20节是看到基督甲伊的荣耀然后第2章到第3章就讲到现在的代志就是基督甲当初时的7间教会是讲伫末世的教会然后对第4章到22章到落尾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代志所以是将来的代志也未发生咧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甲伊的什么伊的国度今仔日咱看到7个河塘咱看到第6个河塘了的时阵未到第7个河塘的时阵中头有啥物有一个插入的意象所以第7个河塘伊开始的时阵有比伫天然后实行伫地然后又插入这个意象对第10章第1节到第14节然后刷落去有一个分段的这个结局分段的这个
分段的这个结局啊。所以咱若看这个插入的意象啊，啊，咱若看插入的意象的时阵啊，有两项咱有法通看到啊。这两项是什么啊？就是讲到天使摕到这个手里啊，有这个小的册管啊，小水的册水的册。然后呢，这是发生伫啥啦？伫天顶啊。然后伫第11章啊，有讲到两个见证人啊，也是发生伫地上啊，是发生伫地上啊。所以伫第10章的时阵啊，是讲天使摕到水的什么这个册管啊，咱甲分做3方面啊。讲到这个大力天使啊，对不住欠一个字啊，大力天使的情况啊，大力天使的宣誓，大力天使的欢呼啊，就讲到这个天使的代志啊。所以咱这时咱来看圣经啊，咱来看圣经第10章啊，咱来掀开咱的圣经来看第10章啊。第10章第1节啊，伊讲我看见另外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对天降落来，披着云彩，头壳顶面有轻，面亲像日头，两个脚亲像海跳，伊的手摕着水的输管是点开的，伊的正脚踏着海，伊的倒脚踏着地，伊就大声的呼叫，会呼发，亲像狮仔呼叫的声音。呼发了就有7雷发声，7雷发声了后，我正要写落来，就听见对天顶有声音讲：7雷所讲的，恁着该封起来，唔通写出来。我所看见的迄个踏海踏地的天使，就向天举起伊的正手来。指着迄个创造天甲天顶的面，地甲地上的面，海甲海中的面，直到永永远远的起誓讲，无搁再有时日咯，无搁再有时日咯。你看你圣经有水理啊，水理讲主讲什么？无搁再单言咯，无搁再前，无搁再前咯。但伫第7位天使车祸发声的时阵，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正亲像上帝所传予伊仆人真先知的佳音真先知的佳音。咱先读到这个所在啊，咱先读到这个所在。所以咱看到伊讲有大力的天使大力的天使最近最解经家咧讲的时阵天使到底是啥？伫启示录天使出现60几摆天使这个字出现超过60几摆所以对这位天使因的讲法看法无相同虽然伊的看法这个看这位天使是啥对这个意象无直接的影响无直接的影响但是有的人讲是另外一位天使就是天顶的天使有的讲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有真多物件咧讲到一位天使甲耶稣基督真相同甲耶稣基督是真相同亲像特别是讲到但以理书第10章有伫遐讲到耶稣基督的时阵就是讲有什么有遗体还是讲有神性的这个耶稣甲这天使相同但是话讲这个应该唔是耶稣因为圣经内面特别启示录若讲到主耶稣的时阵伊会真清楚会讲伊是主耶稣但是遮只有讲这个天使然后昨晚咱读讲说这个天使向着天安遐来什么来起誓伊讲基督应该袂向着天父来起誓所以有人就是讲说这是另外一位天使要来做上帝的仆役
要将这个审判还是将伊的启示对人来讲所以第三节你若看第三节的时阵就讲到有大声，伊是啥物？伊是骹踏伫海咧然后倒骹踏伫倒啦，踏伫地咧所以踏伫海，搁踏伫地踏伫地伊手内面有看到一本册真水本册然后伊是显开伊是点开咱就会记得顶摆的册毋是亲像咱现主时的册安尼款顶摆是光咧就是亲像咱若咧看古装片的时阵皇帝咧伊的心机的时阵就是安尼光咧在显开所以当作是因的册也是安尼所以第三节到第四节的时阵，伊就发大声，亲像啥物亲像狮仔咧呼叫，亲像狮仔呼叫。然后伊讲了的时阵呼叫了的时阵其实这个呼叫咧，这个是一个审判的声音是讲到审判要来了。然后七类又发声，伊发声音是回应这个呼求审判的声音，就是亲像狮呼叫的声音了后就有七类来回应就是讲要实行这个审判，这是对上帝的宝座发出来。但是这个七类伊所发出来的信息约翰听了的时阵伊要甲伊写落来但是就有反复有声音对天顶讲啥物伊讲七类所讲的话你就该封条毋通写出来。所以是啥物是文密的你讲你就该藏起来所以咱会记得咱开始的时阵咱看到启示录这本册圣经讲啥物是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咱的意思是啥物就是该显开因为有兼且有布还是啥物坎咧你该显开通有法通明白。但是到这个所在特别反复约翰讲七类的声音你毋通讲出来你就该坎咧伫圣经内面咱看到有几落摆上帝吩咐伊的仆人毋通将伊所听去的写出来。亲像伫但以理书第8章26节伊讲所讲的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个异象该封起来因为是关乎后来真侪日子所以简单以理讲你毋通该写出来。然后伫第12章第4节伊讲但以理你就稳装这个话就封闭这个册直到末时的确有真侪人来往奔跑地下就的确真着。所以谣言讲啥物就该藏起来伫第9节上款讲伊讲但以理你只管去因为这个话迄间稳装封闭了所以到末要直到末世才互人看到一项上帝的话语有一个伊无爱互人知无爱互人知是因为时间未到伊有所讲的讲到末世才会出来较晚咱会看到讲圣经内面有讲到乌比的代志乌比的代志。什么是乌比的代志乌比是就是讲顶摆伫旧约的时阵人毋知影，但是到新约的时阵才互人知影。所以这个有法通讲这个是叫做什么渐进性的启示咱的圣经有一个叫做渐进性就是上帝的启示是渐渐会明白互咱知影的。所以如后来如后面的启示会将头前的启示该彰显起来是讲该解释更加清楚。但是伫圣经内面无法通晓得有真侪物件咱毋知影有法通讲这是乌比咱现主是看无咱袂明白慢慢欠在将来咱会知影所以圣经有真侪乌比咱毋知影的代志咱要怎
要怎啊？常常有的人会问牧师啊，讲牧师啊，即则圣经则怎啊讲啊？敢也真啊安尼有时阵阮做牧师团队啊，啥是袂晓啊，因毋知影。但是毋知影的时阵啊，有一则真水的经文啊，我介绍互恁知影，就是《申命记》29章29节伊讲啥物啊？隐密的代志是属耶和华咱的上帝，独明显的代志是永远属咱甲咱的子孙。呼叫咱，呼叫就是讲啥物啊？敢若咱要互咱明白做明显的代志，是要叫咱遵行律法顶面一切的话。所以隐密的代志是属伫上帝，咱毋知影袂要紧啊。但是明显的代志啊，是要互咱的啊。所以咱应该着干啊，着明白啊，咱应该着去，毋单单明白啊，咱着干啊，咱着去遵行啊。所以圣经啊，大部分啊是咱有法通明白的，所以咱着去遵行。但是有一个咱无明白的，所以从启示录有真侪咱无明白的，解经家也无明白，所以讲猜想应该是安尼但是无法通真决定讲无在世是安尼的因为咱无明白无明白然后伊讲到耶和华的声音伫旧约的时阵有讲到耶和华的声音，特别是叫做什么诗篇29篇第3节到第10节讲到耶和华是的声音咱来看伊这个耶和华的声音讲到7摆对不住，毋是这个所以咱看的时阵请咱注意一项注意看讲圣经内面有讲到伫这个创世纪的时阵从这诗篇29篇，伊有7摆提到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声音你家看看伊讲啥头一摆就是耶和华的声音发伫水顶因要的上帝拍雷耶和华就弹雷伫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这第2摆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真破向白手，耶和华真水黎巴嫩的上白手，伊互伊跳跃亲像牛犊，互黎巴嫩甲西连跳跃亲像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互黑暗分切，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地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鹿安遐来落胎树木也脱落真光，凡伫伊殿中的拢清说伊的荣耀。洪水泛滥的时阵，耶和华坐着做王，耶和华坐着做王，直到永远。伫遮讲到耶和华的声音的时阵是真惊人因为这是讲到耶和华的声音一发就有审判临到伫这诗篇咱所看这个审判是什么审判？就是上帝降洪水伫创世纪第6章的时阵，挪亚的时代上帝来刑罚规个世界就将降落洪水安遐来灭世界所以到将来咱看到伫启示录相反耶和华发声音的时阵伊的审判相反会临到将来的这个世界。所以耶和华的声音是可畏也是审判的声音。但是另外一方面咱就记得耶和华的声音也是一个温柔的声音是一个安慰的声音，是一个互咱力量的声音。我毋知你听到上帝的声音是审判的声音呢，还是慈爱的声音上帝借着伊的话语对咱讲话，当咱犯罪的时阵，
就伫遐来责备咱。但是当咱安尼来悔改，上帝就用伊的话安慰咱，加添咱力量，有法通向前来行。所以上帝的话语对人有无同的结果，这是看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伫第5节到第7节伊继续来讲讲这个大力天使伊会宣誓伊敢若即讲到伊踏伫海里踏伫底意思是上帝有互伊权柄来制服底甲海所以伊就夹起伊的正手夹起伊的正手来的时阵，伊就指着迄个创造天地的上帝那个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讲什么？无搁再有时日咯，无搁再有时日咯。这并不是讲说这日子已经无去，因为你若看咱人圣经，咱的圣经昨晚我有讲到伊有说的字就是讲什么？无搁在眼前了，无搁在眼前，无搁在眼前，干哪只？因为圣经常常有讲到眼前的代志，特别主耶稣日子要过来的时阵常常有眼前马太25章第5节新郎有10个什么10个童女因推顶咧等新郎伊讲新郎眼前的时阵这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阵眼前。马太24章48、49节讲到我主人的确来得什么？伊要来的时阵会夜晚来伊个歹的仆人就拍伊的东盘，所以讲到这个主人伊要来伊犹原干呐是眼前然后启示录第6章咱看到迄殉道者一直上帝面头前讲，你就是要什么为阮伸冤上帝也阁是眼前干哪眼前？因为伊咧听候第另外一段的经文咱要三合来看咱要三合来看，咱有圣经的，咱有法通掀开是伫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3章彼得后书第3章，咱要对第3节开始来看起第3节来看起彼得后书第3章，伊讲第一要紧应该就知影干伫末世的确有一个好技巧的人，随着该己的私欲出来技巧讲，主要降临的应允到底伫倒来？因为对列祖困了以来万物，甲起初创造的时阵，犹原是一样，因故意会袂记日对太过凭着上帝的命令有了天并且对水而出，食着水而正会对因为安尼当初时的世界就互水干因无去咯，消灭咯。但现在的天地也是凭着迄个命令存留直留到无敬虔的人受审判、做沉沦的日子用火来焚烧。所以当初时的世界是用水来毁灭将来的世界要用什么火来焚烧。第8节讲，亲爱的兄弟有一件代志你唔通袂记日就是主看一日亲像千年，千年亲像一日。主所应允的也未成就，有人以为伊是眼前其实唔是咧眼前乃是什么宽容恁，无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拢悔改。但主的日子要亲像贼来一样迄日天的确有大响声要火去有形质的，拢要互烈火来烧化，对，甲其顶的物拢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要安尼的
消化，人为人应当着怎啊会敬虔呢？着切切仰望上帝日子来到，因为伫迄日天要互火来烧，就消化了。有性质的也要互热火安遐来融化。但咱照着伊的应允，咱要盼望什么呀？新天新地，有义徛伫其间。真水的一段的经文较晚咱若有时间一个月有时间，你会做你搁再显开彼得后书第3章，讲到主要来的日子有缘毋是眼前哪一是要宽容顶摆的世界因为用水按遐来喷烧现今的将来的世界要用什么？用火来喷烧，所看到的所有无论是花草树木甚至这些石头、这些大山、海洋一切拢要干要喷烧然后上帝要创造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所以主要来的日子有缘眼前但是这位天使伊就讲无搁在眼前主要到。我若问你对主要搁来的日子你是期待讲主你赶紧来还是你要跟主讲主你未伊来了，我等一年我也做物件创未了咧你是爱伊随随来，还是该讲未伊来咧看哪你爱伊随随来？有的人讲啥主来咯，主若来毋就真好。我所拄到的做问题，拢总会干会无去咯，会好势咯，所以我爱伊来有的讲主未伊来干我也搁真侪计划我要创，真侪我要享受咧，所以主未伊来未伊来虽然咱的嘴唱讲主我愿你来但是咱的心无爱。到底咱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这个你家己问你家己，你家己按遐来回答然后伊讲无搁在眼前咯。然后第7位天使车祸发生的时阵了讲圣经讲啥？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就是讲什么讲到罪恶要除掉然后拒绝上帝的人要毁灭，主耶稣要得胜，然后伊要来设立伊的国度国度的实现这是上帝的奥秘较晚咱有时间咱会看伫新约内面有讲到几个奥秘圣经讲什么？上帝的奥秘成全咯。这个成全这个字有法通来翻译做成咯你记得咱会记得伫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主耶稣伫12架顶的时阵伊讲的话，伊讲什么？伊讲成咯，对无？成咯，成咯是什么意思？完成了救赎。伫启示录这看到上帝奥秘成咯，就是主得胜上帝的国度要降临咯。所以原来咱就会发现一项救恩上帝互咱救恩毋是孤单互咱按遐上天堂，毋是孤单咱个人会得救。其实上帝救恩内面真重要的一项就是上帝的国度伊拯救咱，毋是孤单伫天堂来享受，将咱放伫这个上帝的国度内面。所以咱伫上帝的国度咱也搁活伫世长的时阵，咱迄经归入上帝国度内面。到将来上帝国度完全实现的时阵，咱也是生活伫迄边。所以咱的生活，咱的言语，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应该是着以上帝的国度的标准来做咱的标准。有人讲有解经家讲马太福音第5章、第6章、第7章咱所写的叫做登山部分登山部分。伊讲即跩
所甲咱讲的做物件，是上帝国民啊，伫伊的国度内面啊，的生活方式是啥物啦？啊，咱要怎咱的生活方式是啥物？上帝互咱的标准到底是啥物？咱应该就怎样来活？伊讲就是第5章、第6章、第7章马太福音，咱有法通好好来去看，好好来去看啊。然后伫第8节开始啊，到第11节啊，就是大力天使啊的吩咐啊，的吩咐啊。咱看第8章啊，第8节啊，对不住，第8节，伊讲我先前对天顶所听见的声音，个吩咐我讲，你去将迄个大海大地的天使手中点开的水输管摕起来，我就行到天使遐，对伊讲，请你将这水的输管互我。伊就对我讲，你摕着，还食落去嘛？哦，便叫你的腹肚干呐发苦，总是伫你的嘴中要甜，亲像蜜。我就对天使的手中将这个水的切管甲指过来，我就甲伊食落去了。伫我嘴中果然甜，亲像蜜。食了以后，腹肚干呐就觉得发苦。天使就对我讲：你立刻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搁再讲有言啊，搁再讲有言。所以先前的声音，跟约翰讲什么？你就去将迄本册摕来啊，本册摕来。然后又讲到这位天使啊，是大海大地啊，这是第3摆的出现啊。意思什么呀？伊真重要。所以天使跟约翰讲什么呀？好。你摕去食吧，摕去食吧，哦，要怎啊将一本册甲伊摕起来食啊？其实咱若看圣经啊，以西结书第3章第3节也是天使啊，跟以西结讲啊，伊讲我对我讲，人子啊，你要食我所赐予你的这个册，充满你的腹肚，就亲像食就是我就食了，嘴中就敢若觉得真甜啊。亲像蜜啊！所以这是伊跟以西结讲的啊。了耶利米书第15章第16节也是讲啊，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食落去。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是称为你名声的人啊。所以耶利米同款啊，伊摕着上帝话语甲伊食落去。所以原来上帝的话语会食你啦，但是毋是你将看我将你圣经给贴起来，再一张会摕起来食，毋是安尼啊。乃是讲咱将上帝的话语当作米粮啊，当作属灵的米粮啊，该食落去啊，就是该读落去，读上帝的话，然后好好的默想啊，通有法通干啊，该消化，有法通插对啊。会明白啊，上帝话语到底咧讲啥？毋但到底讲啥？对我讲啥物？对你讲啥物？当咱食啊，咱的喙会干呐也甜啊！约翰食了啊，伊腹肚干呐变也苦啊，变也苦。干哪是到底上帝话语是甜还是苦的？当咱遵守上帝话语啊。当咱欢喜来接受，伊是甜的，伊是甜的。当咱毋肯遵守的时阵啊，当然咱心内面的干呐，心灵的感动咱啊，心灵的责备咱啊，心灵的责备啊，实在是真苦。啥是伫咱的腹肚内面啊，还是咱的心内面啊，真苦啊，因为无要顺服。约翰食落去的时阵苦啊，是因为上帝的话语啊，是真侪审判的话语。所以约翰伊听了、看了上帝的话语，其实审判，伊也是真艰苦心伊也是真艰苦心啊。但是上帝却吩咐伊讲啥物啊？伊讲接着天使讲啊，伊讲你继续去干啊，去讲有言啊。你立刻指着罪国、罪民、罪方、罪王，搁再讲有言啊。所以上帝的话语啊。意思是讲什么？你毋但该食落去啊，真侪利益，你就该分享出去。
因为上帝的话语啊有力量啊。伫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讲啥？伊讲圣经拢是上帝所默示啊，对教训、读者，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还是学好啊，拢是有益的，叫属上帝人得到完全，有备行逐项的善事。所以当咱将上帝话语甲人讲分享人的时阵啊，伊有教导人的功能啊，伊有责备人啊，主要啊是要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你我咱将上帝话语毋能当作咱家己，咱就会晓来分享出去，分享出去。所以咱应该家己啊，就先有得到，你才会晓来分享。比如讲咱早间你有得到一句两句，你感觉真好诶，你得到的时阵，你法通用这两句安尼甲分享出来。你参加崇拜会，牧师讲反当的道理，你安尼捡到一句两句，对你真大的帮助。你有法通将这两句分享互别人。当别人得到的时阵，有时阵会亲像水伊真喙焦的时阵，伊啉着水真爽。有时阵有真看咱纯真就是啥物，真像一支丹皮将伊刚硬的心安尼甲伊撕破，兼且伊会也艰苦啊。但是伊若好好去想上帝话语却要来拯救。所以上帝话语有教导人然后有互人甜蜜有互人苦楚。但是苦楚是要互咱干归向上帝有法通归向上帝所以咱看到伫第10章插入的意象就讲到一位大力的天使伫11章咱会看到另外一个插入的意象伊就看到伫第8章有一个见证人伫刷落去我甲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奥秘的代志会记得袂伊讲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奥秘伫咱人看的讲法是讲是咱无法通明白的咱无法通知影叫做奥秘的代志，咱若知影都毋是叫做奥秘。但是圣经讲到奥秘这项代志伊的意思是顶摆是遮坎是坎起来无人知但是伫后来是伫末世的时阵上帝就启示伊的仆人就按遐来写伫圣经内面启示，互咱知影，这个就是奥秘这个就是奥秘圣经内面有讲到奥秘有偌济我用真紧的时间甲大家来分享新约中的奥秘你若要看一个物件，你有法通咱的 PowerPoint 是讲说有寄互恁恁会做你去看头一项就是马太福音13章讲到天国的奥秘是什么然后罗马书11章28到28节36节这是讲到什么以色列人受弃绝的奥秘。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受弃绝的奥秘，以色列人现在是看咱村受上帝弃绝无要插因其实毋是因为伫罗马书会甲人讲伊将来要干以色列国要得救全家要得救所以这个是第2个奥秘第3是犹太人甲外邦人同做一体这是以弗所书3章第1到11节讲伫基督内面无搁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外邦人、男的、女的、老的、少年的，伫主内面咱拢正做一体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因无法通了解的，因为因常常认为讲因是上帝的选民外邦人是受上帝咒诅的，但是到新约，互人看到讲原来上帝救恩要拯救犹太人，拯救外邦人，三层做一体第4伫以弗所书第5章28节到32节讲到教会是基督的什么的身妇基督的身妇第5哥罗西书第1章26、27节讲到信徒会得到荣耀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圣灵要来
要伫咱的内面啊，点伫咱的内面啊，就是基督啊的内主啊，点伫咱内面，互咱有荣耀。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啊，是讲到敬虔的奥秘啊。这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啊？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啊的一个奥秘啊。第7啊，信徒改变然后被提啊。哥林多前书15章啊，就讲咱伫淡马久啊，什么出目之间啊，咱要改变啊，然后咱要被提，这是讲到主耶稣第2摆过来的时阵啊，咱要伫天堂，咱要伫天空中甲主相拄啊。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节啊，有讲到一个不法的瘟疫是什么啊？啊，不法的瘟疫啊，其实这个就是讲到敌基督啊，敌基督到底是啥啊？啊，咱唔知影，但是将来啊，这个会什么实现出来啊？然后启示录啊，讲到七个星、7个顶代啊，的奥秘啊，啊，启示录17章啊，第5到第7节讲到巴比伦大淫妇啊，的奥秘啊，啊，17章第7到第18节啊，讲到啊，这个手啊，伊有7个头、10个角，到底是什么的奥秘啊？会互咱看去啊。然后啊，最后一个啊，就是伫主内面归一啊。啊，我感觉这个真重要啊！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9到第10节啊，啊，我甲伊啊写起来啊，所以咱有法通看。伊讲拢是照着伊所有定的美意啊，叫咱知影伊旨意的奥秘啊，上帝的旨意的奥秘啊。伊奥秘是什么啊？要照着所安排的日子安排啊，伫日期满足的时阵啊，互天顶地上一切所有的，拢伫基督内面干呐，同归一啊！啊，天顶地顶一切所有的伫基督内面同归一啊！咱伫圣经内面常常有看到讲天顶地上甲什么啊？地的啊，地的当然是一个代表的魔鬼恶者的，但是伫遮你看到上帝的旨意，伫将来啊，孤单伫天顶啊，就是什么啊？在天使啊，伫地上啊，在相信伊的人啊，魔鬼啊，甲无信主、无信耶稣的人啊，无参伫内面啊，所以一切啊，拢要伫基督耶稣内面啊，归做一啊，归做一啊。然后伫哥罗西书啊，第2章第20节跟人讲啊，要叫恁的心得到安慰啊，因为听心互相联络，伊伫风风火火啊，风风足足，一定悟性顶面有充足的信心，互恁真知影上帝的奥秘。什么是上帝的奥秘啊？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啊！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啊！所以咱信主的人啊，咱有基督的时阵啊，上帝有真多的奥秘啊，咱伫基督内面，咱就知影，原来伊为咱所备办的，是咱目睭毋捌看到的，耳仔毋捌听到的，念伫咱的头脑顶面，咱毋捌想到的，是怎样的荣耀啊！将来要为着相信伊的人备办啊！所以咱每一位啊，希望咱每一位啊，人有迄款的把握，讲一日啊，当即阵啊审判临到的时阵啊，你我咱拢无伫底啊，因为咱已经被提啊，然后伫天顶啊，伫上帝国度内面啊，要享受伊伫创世以前为咱所备办一切的好处，一切的丰富啊，有法通永永远远甲主同在。当咱想着怀的时阵啊，有法通讲世界所有的代志啊，实在是变啊等啊，毋是真重要啊，变啊毋是真重要，最第重要是基督甲伊的国度。咱下头咱来。